就快考試，係咪覺得個心成日囉囉攣，瞓唔着？溫極書都好似入唔到腦，一諗起份卷，個腦就空白一片，甚至會手震。同學，首先我話你知，有呢啲感覺完全係正常，唔係淨係得你一個係咁，唔係你唔夠叻，而係你個大腦喺巨大嘅壓力下嘅自然反應。今日我教你一個秘密武器，唔係逼自己唔好緊張考試，而係用一個特別嘅方法同你嘅焦慮合作。請你揾個舒服嘅姿勢坐低或者瞓低，然之後合埋眼，深呼吸。首先，你同你嘅身體講聲辛苦晒，我知你好攰，好緊張。將注意力放喺你額頭同眉心，係咪好緊啊？用你嘅內心想象一下，將呢度嘅緊張、好緊嘅感覺化成一股氣，隨住你嘅吸氣、呼氣，慢慢吹散佢。將你嘅注意力落喺你嘅膊頭同埋頸，好多壓力同重擔都係積喺呢度。吸氣，呼氣，可以用力嘆一口大氣，讓膊頭徹底放鬆落嚟，就好似放低咗一個好沉重嘅書包。感受下你個心口同埋胃部嗰種囉囉攣、勒住嘅感覺，將手輕輕咁樣放上去，對佢講：我收到你嘅信號啦，多謝你提醒我要準備好。而家我哋一齊放鬆落嚟啦，隨住呼吸，將呢一份繃緊慢慢軟化，最後感覺你雙腳腳踏實地，想象下剩低落嚟嘅所有緊張啦、驚慌啦，都好似啲黑色嘅細沙，由你嘅腳板底慢慢流走，流入個大地，你一切嘅焦慮都完全被接走。而家我想邀請你睇睇嗰份焦慮，佢其實係一團好強嘅能量，
我哋一齊幫佢變成另一個樣。想象下你嘅焦慮，最初好似一團紅色嘅亂咁喐嘅火球喺度燃燒，而家我哋慢慢將呢一團火球吹熄佢，慢慢將佢降溫，佢慢慢變成一種藍色嘅清涼嘅水流。想象下呢一股水流引導去你需要嘅地方，你嘅大腦同雙手感受清涼平靜嘅能量，滋潤你嘅思考中樞，讓你嘅頭腦清晰，流到你嘅雙手，令到佢哋穩定流暢，做得非常好。跟住你回憶一個 moment， 回憶起一個時刻，任何一個你覺得自己我搞得掂啊，我做得到啊嘅時刻，可能係你成功解到一條難題，或者完成一次你好擅長嘅運動，甚至係打爆機嘅嗰瞬間，去返嗰個時刻，睇下當時個畫面，聽下當時嘅聲音，最重要嘅係攞返嗰種我可以嘅感覺，嗰份自信同專注，將呢份搞得掂我可以嘅感覺放大，充滿你全身。記住呢種力量，你本身就擁有。接落嚟，我哋做一個成功預演，好似喺你個腦入邊彩排一次咁。想象下，聽日就係考試日，你瞓醒，感覺平靜，而且有精神。你食早餐，味道正常。你行入個考場，心情穩定，呼吸暢順。你坐低，派一份卷畀你，你深呼吸一啖，對自己講：我準備好啦，我會一題一題咁樣做。你打開試卷，睇到題目，你發現當你睇題目嘅時候，你嘅注意力好自然就集中喺關鍵字眼上邊。過去溫過嘅知識，好似一本整理好嘅筆記咁，需要嘅時候
就好自然咁浮現。你嘅思路好清晰，手握住支筆，好穩定咁樣寫字。遇到唔肯定嘅題目，你嘅內心好平靜，知道可以先跳過，最後先再處理。成個過程，你感覺到自己在場、清醒、有能力，呢個就係你最理想嘅考試狀態。將呢份理想狀態嘅感覺深深咁樣印入你嘅潛意識，對自己講幾句肯定嘅說話。我容許自己平靜落嚟，我嘅記憶同理解會喺我需要嘅時候為我效勞。我信任自己嘅準備，每一次深呼吸都讓我更專注、更專注、更冷靜。記住，深呼吸就係你嘅隱形開關掣。無論喺考場幾咁緊張，只要你記得深深咁樣呼吸，你就可以啟動呢一份練習過嘅平靜感覺。我將會由5數到1，慢慢帶你醒返。你會感覺更加平靜，更有力量，頭腦更清醒。5，記住你內在嗰份搞得掂嘅力量。4，感覺你身體嘅放鬆同舒適。3，帶住呢份平靜，準備去你嘅生活。2，開始喐下啲手指腳趾，意識慢慢清醒。1，擘大對眼，你已經為自己注入咗平靜嘅資源。晚晚臨瞓前聽一次，效果更加好。祝你考試順利，發揮到你應有嘅水準，加油！